1967年重建竣工的后壁真宗庙，当时庙体并无地基，加上最近地动，唔那壁倒漏水，涂骹还佫有壁损。当年风吹日拍，厝顶的木红仔剪梁嘛落甲规四界。若是有进香团要入庙，就爱先过车路，相当危险。落雨天哦，内底拢漏切切啊，所以一定要起身的。人家若咧漏，内底厝咧漏，住咧就不舒服啦。更何况新成因嘛是住咧不舒服啊。厝顶拢有地动，嘛是摇摇摆摆，拢有震动过啊，拢会漏啊。内底个空间个矮。啊，即摆要重建，就是讲去较宽，啊，要去较退后。为着整体安全，庙方建议重建计划，煞引起地方讨论，有人支持，有人反对，直接向文资处提报历史文物保存。重建重修，拢是爱听老夫元帅的意思，毋是咱人咧做意思，毋是咱想要甲拆要甲起哦。啊，至于文物，这保存这是咱一定会咱做甲上好的。会依照文资法的规定组成小组去做是否列册追踪的一个审查，那决定它是不是有文化资产的一个价值，那会把这样的一个意见提给庙方来做后续维护的参考。不过，规间真宗庙嘛会当正做博物馆，内面有济珍贵的彩绘古变等文物。到时技术康文资处来鉴定了后，庙方才会做后一步动作。但是新闻新闻报道。